Hello， 大家好，真房源真價錢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，我係龍興置業阿豪。而家我身後邊就係我哋惠陽區政府中心最大嘅一個樓盤天安龍城，佢樓底下自帶咗4.2萬平嘅商業嘅。而家我哋係佢隔離呢個小區祥瑞大廈。雖然我哋小區只係有一棟，但係咧我哋小區帶咗花園嘅。今日睇嘅係一套一房嘅單位，帶生活陽台，帶朝南向嘅。我哋而家跟住鏡頭去睇睇。祥瑞大廈喺惠陽淡水西戶型嘅熱門樓盤，主打總價低、便捷通勤。等我哋一齊嚟睇睇啊！祥瑞大廈位於惠陽區淡水中心地段人民四路，緊鄰我哋主幹道，自駕出行便利，公交路線亦發達。落樓公交車可以直達到地鐵14號線沙田站、高鐵站惠陽站、惠陽汽車客運站。小區為單棟嘅塔樓設計，容積率高達 4.6， 綠化率 30%， 入住率高，有煙火氣，物業管理嚴格，配備電梯以及225個停車位，滿足基本嘅需求。深圳方向嘅購房者經深汕高速或者沿海高速，1個鐘之內可以到達60%左右嘅區域，適合我哋預算有限嘅一個購房者。生活配套以基礎需求為主，步行可以到達天安星河廣場商業綜合體，滿足日常嘅購物。周邊分布人民公園、半島文化公園、濱水公園等休閒場所。醫療上都非常便利，步行600米可以到達惠陽中醫院，1.5公里到達三和醫院。好嘅醫療令我哋更加放心。教育上400米可以到達偉才幼稚園，1公里內到淡水第3小學，2公里到達百年名校松雅中學。主打40平到75平嘅四戶型，以一房一廳為主，物業費1.2蚊，性價比突出，適合對居住要求唔高、睇中地段以及價格嘅購房者。今日我哋睇一套朝南向嘅單間單位，跟住鏡頭去睇睇。而家到屋苑裏邊呢套係39.8平方嘅一房一廳，呢度係餐客廳一個空間。入門嘅右手邊係我哋公共衛生間，2.8個平方，洗手台、馬桶、淋浴區佢都分布好嘅。呢個廚房咧比較大，光線都非常好。雖然我哋細單位係朝南向嘅，呢個廚房有4.2個平方，右邊係雪櫃位。過嚟係我哋生活陽台，生活陽台咧係有翻2.2個平方嘅，光線都係冇問題嘅。而家係陰天。睇睇我哋主人房，主人房係有7.8個平方，冇計嗰個飄台位，飄台60cm 進深嘅飄台，佢擺咗張鋪墊。我哋買翻個衣櫃到頂嘅，一張1.5或者1.8嘅大床都係 OK 嘅。而家總結下呢套房39.8平方，業主咧係18萬可以出嘅，價錢仲可以傾。落樓咧就係天安商場。我哋而家總結下呢套房39.8平方，業主18萬係可以出嘅，價錢咧仲可以傾。優缺點講一講，第一個優點咧係落樓非常方便，落樓就有大型商超天安星河廣場就喺樓下噶啦。第二個優點咧係去醫院去學校都非常近嘅，1公里內可以得到。第三個咧係雖然我哋呢個小區係單棟嘅小區，但係呢套房裏邊保養算比較新淨噶啦。缺點都講一下，缺點咧就係小區係單棟嘅，花園面積唔大。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戶數係比較多嘅。如果對呢套房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繫我哋 WhatsApp 嘅，關注我，帶你睇盡惠州靚房。